Hi guys， 一齊同我 spend 個 daily morning。今日晏咗少少起身，不過今日 schedule 唔忙，所以都 OK。自從男朋友買咗呢個抹茶 set， 而家慣咗每朝都整杯抹茶飲，可以美白抗氧化。今次我就溝椰子水。分享下我平時嘅 skincare routine， 發現最近塊面好似多咗色斑，所以呢排仲用咗仙奴新出嘅精轉煥白系列 serum 同 cream， 主打淡斑修護美白，所以好啱我皮膚最近嘅狀態用。呢些精轉精華同面霜都有專利美白外鼻體加全明酸雙重醫美級成分，可以深入肌底，源頭刺激黑色素加阻隔黑色素傳遞，有效做到阻黑截斑修護。對於色斑、曬斑、痘印、染後色素特別有效。佢哋仲額外添加 5% niacinamide， 有 2.6 倍淡斑力，可以均勻咁通噏，早晚 keep 住用可以抗氧化，除咗淡斑仲可以趕走暗啞蠟黃添。用咗大概1星期，皮膚透亮咗，色斑都有改善。你睇我而家啲皮膚，就算 outdoor shooting 都唔驚啦。所以呢些叫做精轉煥白系列就係咁解，用完佢上妝都冇問題。朝早護膚後我都會拉下筋先開始工作，咁樣可以好好 warm up 成個人，之後做嘢都會精神啲。呢個就係我嘅 daily morning 啦，雖然簡單，但身心皮膚都有叉足電嘅感覺。